自2022年9月26日，每日圣眼讲读经，世界末日当时来。圣经彼得后书第3章，咱对第1节做伙来听读到13节。亲爱的朋友，我现在写互恁的是第2张批，我写这2张批是要提醒恁来激起恁纯洁的心志。我爱恁会记得古早的圣先知所讲的话，甲恁的使徒所传咱的主救主互恁的命令。上要紧的，恁着知，伫将捌的日子，有一寡趁私欲生活的人会出现，甲恁踢笑，讲主应允要来临，打安怎？伊伫倒位？咱的祖先拢死去，毋过对创世以来，一切拢共款。因故意无视即个事实，就是伫古早，天对上帝的话受创造，地是对水，嘛用水来形成。当时的世界是予水阴捌来毁灭。毋过，现在的天甲地嘛共款，对上帝话得到保留到审判，甲不虔的人互火毁灭的日。亲爱的朋友，有一项代志，请恁毋通袂记得，就是对主来看，一日若准1000年，1000年若准一日。有人想讲，主延迟伊应答要做的事，其实伊毋是伫延迟，是伫容忍恁，无爱有人灭亡，爱逐个人拢悔改。毋过，主的日会亲像贼仔忽然来，迄个日，这个天会伫大的响声中消灭，天体互火烧扬，地甲地上一切的被造物拢消灭。既然这一切会安尼毁灭，恁应该着安怎做人？恁的生活着圣洁敬虔，听候上帝日赶紧来临。伫迄日，这个天会互火烧灭，天体会互火烧扬。毋过，咱伫听候的是上帝所应允的新的天、新的地，伫遐公义永远得到建立。世界末日当时来，伫旧约的启示文学中，不断伫对人讲，有一日上主的主权会完全临到，世界上的一切拢会受毁灭，提醒人爱趁早悔改归正。基督教也承袭这个信仰传统。虽然耶稣第一遍是用婴仔的样式来到世间，毋过当伊搁再来的迄一日，就是旧约启示文学所讲的迄样。启示文学帮助咱搁较侪仰望上帝，坦然面对将来的奇变，将面无视现世的物质享受，另外一方面，搁较着忍受痛苦，因为甲永恒相对来看，现世痛苦只是短暂的。虽然耶稣捌讲，关系迄个日、迄个时，无人知，天顶的天使毋知，囝嘛毋知，只有爸知。马可福音13章32节。总是2000年来，也有真侪人热衷伫吹算世界末日的日期，也有袂少宗教领袖发布过家己吹算出来世界末日，甚至有人成立家己的教派。近年来，比较较互人会知的末日预言，就1995年闰8月，1998年飞碟会，也有互当作电影题材，2000年千禧
危机甲2002年末日有言，其实差不多每一年拢会互某一寡人认定是世界末日，甚至这2年来，肺炎疫情严重，也有人甲喙炎甲武汉新冠肺炎 COVID-19 疫苗当作是启示录内面手印，严加排拒。只不过，台湾毕竟毋是基督教氛围浓厚的国家，所以这风寒的言论无容易散布拓开。伫一连串末日预言中，上互人震惊的事件是发生伫1978年10月18日冲斯镇的惨案。当时的教主建立一个甲外界隔绝的宗教社区，捏造逐种白贼话，伫白贼话得要防甲法医进前，鼓励908名的信徒集体自杀。遮尔济失败世界末日的预言，有袂少和基督教划袂清，毋但互基督徒变成防铁笑的对象，也互人对末日的危机意识逐渐放松。确实，当人听信某年就是世界末日的时，往往会努力认罪悔改，希望家己伫迄日来的时通进入天国。实际上，末日何时会来，无人会知。咱应该伫每一日拢活出基督的样式，毋是等到世界末日来临的迄点才装模作样。彼得甲咱讲，世界末日迟迟无来，是因为主毋愿意有一人沉沦，是爱人人悔改。咱无应该故意继续活伫罪中，反倒着爱努力过着圣洁虔诚的生活。毕竟，世界末日临到的日子虽然无法度预知，总是每一人一定拢会拄着家己的末日，也就是死亡。所以，咱每一个人拢爱好好正视死亡的必然，逐日拢爱做好准备，毋是定定在意世界末日当时会来。默想，我听过倒一寡世界末日的传言，这个传言带互我甚物影响？我听过倒一寡世界末日的传言，这个传言带互我甚物影响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帮助我，互我无受世界末日传言的影响，陷入罪恶中间，搁时时警醒，心存愿望，过着圣洁虔诚的生活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